丰年过节伫北区和顺利活动中心，总是当看到政府甲民间协力，用中医门诊、用简单的健康检查以及收诊头毛等服务，共同来关心家友的健康卫生。特别迎接中秋，也准备应景的月饼甲油仔，互因感受过节的气氛。中秋节来临呢，那我们社会局跟很多我们的社福团体，包括武庙志工协会，还有过中和医院等等呢，一起为我们的街友呢来共度中秋佳节。那在这个中秋佳节呢，我们有付出了有月饼，还有义检。还有呢，医院一起呢，为我们游民的健康来做检查。市长委特嘛特别到场，除了感谢武庙志工协会、台湾地文化协会等所有热心公益单位出钱出力，并且嘛安排家友代表对市长手中收下社会各界所赠送的红包甲物资，表明慰谢。一年你可以看到端午节啦、中秋节啦、过年，还有三大节，很多都是展现其实对我们弱势民众的关怀。那台南市是一个有温度、温暖的城市但是也谢谢各位各个社福团体伸出援手，那大家街友才有一个比较平安、快乐这个幸福的日子。谢谢他们喽。会后，市长嘛以送红包给家友，希望因伫社会局的生活中间辅导以后，拢有机会回到社区当中就业、自力更生。同时，台湾武庙志工协会理事长今年开始嘛协助发起捐赠家友3节活动，希望发挥更较侪温暖的力量。台新闻军及采访报道。